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定期復檢。喺呢度我主要會講下點解會有定期復檢，收到復檢信後要注意啲什麼。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為何社署需定期復檢長者生活津貼個案？因為由起初開始申請直至到今天，可能已經過了一段很長嘅時間。申請人嘅經濟狀況和生活狀況可能隨着時間而有所改變，同時社署嘅有關收入和資產限額都會有所調整，所以社署會向所有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進行定期復檢，目的是要核實他們是否仍然繼續符合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此外，為防止申請人濫用及騙取公帑，社署亦定期或按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銀行和有關機構進行資料核對程序，以核實受惠長者提供嘅資料是否正確。社署怎樣進行長者生活津貼個案復檢？社署會以6年為一個復檢週期，所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必須在每個復檢週期內接受一次全面復檢，透過辦公室會面或有需要時進行家訪及一次郵遞復檢。什麼是全面復檢？社署會向有關受惠人發出長者生活津貼個案復檢通知書，內附有公共福利金計劃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須知及長者生活津貼個案復檢表格，邀請他們按時出席辦公室會面，以復檢受惠人嘅經濟狀況。收到個案復檢通知書後，受惠人須填妥個案復檢表格，以申報受惠人及或其配偶或同居人士嘅入息及資產嘅資料，然後在與社署職員會面時，交回填妥及簽署嘅個案復檢表格。受惠人須同時帶備受惠人及其配偶或同居人士所申報嘅入息及或資產嘅證明文件，以供核實。如受惠人因體弱或行動不便，未能出席辦公室會面，社署職員會安排家訪。什麼是郵遞復檢？社署會向有關受惠人發出長者生活津貼郵遞復檢通知書，內附有公共福利金計劃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須知、長者生活津貼郵遞復檢表格及回郵信封，通知他們郵遞復檢的安排。收到郵遞復檢通知書後，受惠人必須於通知書發出日期起嘅1個月內填妥郵遞復檢表格，以申報受惠人及或其配偶或同居人士嘅入息及資產嘅資料，並將填妥及簽署嘅郵遞復檢表格放入回郵信封內，寄回指定嘅郵政局郵政信箱。呢度要記住係唔使貼郵票嘅。當社署收到郵遞復檢表格後，當有需要時，社署會聯絡受惠人，要求遞交入息及或資產嘅證明文件，以作核實之用。受惠人可否拒絕接受復檢？每名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必須在每6年嘅復檢週期內接受一次全面復檢及一次郵遞復檢，以便社署核實他們繼續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如受惠人拒絕接受全面復檢或郵遞復檢，社署便無法核實受惠人繼續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而需考慮停止向受惠人發放長者生活津貼。我無法找到親友作見證人，應該怎樣做？如受惠人在填寫見證人簽名或指模及見證人姓名兩欄時有困難，在遞交個案復檢表格或郵遞復檢表格時，可以不填寫見證人資料。社署在有需要時會聯絡受惠人核實相關資料。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